舊約列王記下第15章，以色列王耶羅波安27年，猶大王亞瑪謝的兒子亞撒利亞登基。他登基的時候年16歲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。他母親名叫耶何利亞，是耶路撒冷人。亞撒利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親亞瑪謝一切所行的。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，百姓仍在那裏獻祭燒香。耶和華降災與王，使他長大麻風，直到死日，他就住在別的宮裏。他的兒子約坦管理家事，治理國民。亞瑪利亞行完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。亞撒利亞與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墓地裏。他兒子約坦接續他作王。猶大王亞撒利亞38年，耶羅波安的兒子撒迦利亞在撒瑪利亞作以色列王6個月。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效法他列祖所行的，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。亞比的兒子沙龍背叛他，在百姓面前擊殺他，散了他的位。撒迦利亞其餘的事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。這是從前耶和華應許耶戶說：你的子孫必坐以色列的國位，直到4代。這話果然應驗了。猶大王烏西亞就是亞撒利亞39年，亞比的兒子沙龍登基在撒瑪利亞作王1個月。加特的兒子米拿現從得殺上撒瑪利亞，殺了亞比的兒子沙龍，散了他的位。沙龍其餘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。那時米拿現從得撒起，攻打提培撒和其4境，擊殺城中的一切的人，剖開其中所有的孕婦，都因他們沒有給他開城。猶大王亞撒利亞已39年，加底的兒子米拿現登基，在撒瑪利亞作以色列王10年。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終身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。亞述王普勒來攻擊以色列國，米拿現給他1000他連得銀子，請普勒幫助他堅定國位。米拿現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戶索要銀子，使他們各出50舍客勒，就給了亞述王。於是亞述王回去，不在國中停留。米拿現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。米拿現與他列祖同睡，他兒子比加核接續他作王。猶大王亞撒利亞50年，米拿現的兒子比加核在撒瑪利亞登基作以色列王2年。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。比加的將軍利瑪利的兒子比加背叛了他，他在撒瑪利亞王宮裏的位所殺了他。亞尼哥伯和亞尼耶並基列的50人幫助比加，比加擊殺他，散了他的位。比加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。猶大王亞撒利亞52年，利瑪利的兒子比加在撒瑪利亞登基作以色列王20年。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。以色列王比加年間，亞述王提革拉比列色來奪了以雲、亞伯伯瑪加、亞拿、基底斯、夏瑣、基列、加尼利和利弗他利全地，將這些地方的居民都擄到亞述去了。烏西亞的兒子約坦20年，以拉的兒子何西亞背叛利瑪利的兒子比加，擊殺他，散了他的位。比加諸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。以色列王利瑪利的兒子比加第2年，猶大王烏西亞的兒子約坦登基。他登基的時候年25歲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。他母親名叫耶路沙，是撒督的女兒。約坦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親烏西亞一切所行的。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，百姓仍在那裏獻祭燒香。約坦建立耶和華殿的上門。約坦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。在那些日子，耶和華才使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比加去攻擊猶大。約
約坦與他列祖